Hello，我係糖糖，歡迎嚟到鬼物夜話，我哋會講下唔同地方嘅奇異故事。而第一個故事係嚟自日本。呢個係一個關於我讀小學低年級嗰陣去過一次嘅地方故事。細個嗰陣講親去玩，就係我屋企後山嗰度。我記得嗰時我哋好興摘蘑菇，鬥快睇下邊個揾到最稀有嘅蘑菇，所以我成日都會同兄弟姊妹仲有班朋友一齊入山。我哋好專心咁揾緊蘑菇嗰陣，我其中一個朋友突然之間細細聲講：呢度真係好靜。所有人即刻停低晒，周圍望下，四周圍靜到有啲詭異。明明係夏天，平時呢度應該會有蟬叫、風聲，但係嗰一刻竟然死寂到一點聲都冇。有人提議返屋企，大家一句嘢都冇講，即刻拔足狂奔跑落山。估計大家都係好驚，我跑得太慢，跟唔上，結果就同大家失散咗。就係呢個時候，有隻烏鴉喺上邊飛撲落嚟。我嘗試避開佢，點知失重心跌咗落去山谷度。我重重咁跌咗落去，好彩跌咗落軟綿綿嘅泥地。個懸崖好高，我要抬高頭先望到頂。我一個細路仔真係爬得返上去咩？不過跌到咁我都冇傷，真係一個奇蹟。我決定爬返上去。我企起身準備慢慢爬上頂嗰陣，腳底傳咗一種好奇怪感覺，同平時完全唔同。我望落地下，發現原來係一隻烏鴉屍體。我嚇咗一跳，跳開仔細咁望，發現整個山谷底部都堆滿咗烏鴉屍體，無數嘅烏鴉堆積一齊，因為活着烏鴉正喺度啄食屍體，撕扯出肉塊吞噬。我再仔細睇下，似乎仲睇到咗某種大型生物嘅骨頭，但唔係鳥類。我絕望咁呼喊，但由於身處山區，周圍冇任何人影，獲救希望渺茫。我別無選擇，只能夠搏命捉住長草，慢慢往上攀爬。我對爬懸崖嘅記憶好模糊，只係記得最後我就俾一個鄰居男人孭住落山。我喊住話：嗰度有烏鴉墳場，周圍都係屍體。但我朋友同哥哥都唔相信，佢哋話：你咪同我哋一齊落咗山。孭我落山嘅鄰居男人話：我暈倒喺佢屋企附近，所以孭我落山。嗰日係我第一次，亦係唯一一次見到咁多死烏鴉。究竟係真定係我發夢？唔知大家行山有冇試過迷路，好似入咗結界咁？記得下邊留言話俾我知。而家就睇下嚟自泰國嘅靈異故事。今次故事主角係 K 嘅大學死黨，叫 Koi。Koi 平時係個開朗嘅女仔，但係自從識咗個工程師男朋友之後，成個人變晒。個男人成日要去唔同地方工作，留低 Koi 一個人。有一日 Koi 突然講咗一句令人毛骨悚然嘅話：K， 我想去落降頭，你覺得好唔好？原來 Koi 發現嘅男朋友背後竟然同時有7個女人。佢因為太愛，太唔甘心，想用降頭鎖住個男人嘅心。為咗勸咗 Koi，K 講咗佢阿叔嘅真實慘劇。K 嘅阿叔原本有個好愛佢嘅未婚妻，但有一日突然帶咗個着黑衫嘅神秘女人返屋企，仲逼走咗未婚妻。阿叔自此變得好似失咗魂咁，唔返工，唔理父母，成日同個黑衫女人匿喺房。後來朋友夾硬帶阿叔去揾高僧，高僧一見就搖頭話嚟得太遲啦。佢哋返去阿叔間房搜查，發現枕頭底塞滿咗沾滿血嘅女性衛生用品，仲喺櫃頂揾到用布包住寫咗名嘅公仔。雖然破咗降頭，但黑衫女人發毒誓要叔叔死，而叔叔雖然保住條命，但成個人廢咗咁。佢每日只係識得重複彈奏一首寫俾前未婚妻嘅歌，對眼空洞，成個人變咗活屍咁。K 用呢個故事警告 Koi，黑巫術係返唔到轉頭。
Coy 聽咗 K 阿叔嘅故事後，最終放棄咗落降嘅念頭。佢發現嗰7個女人竟然互相知道對方嘅存在，仲私下排班表。雖然 Coy 最後冇用到邪術，亦都同工程師男朋友分咗手，搬咗去佢叔叔一間排屋住。K 有次去陪佢溫書，發現 Coy 行為好怪，唔准 K 係半夜洗碗。後嚟 Coy 先至坦白，喺叔叔之前喺間屋嘅廁所入邊吊頸自殺。Coy 係第一個發現屍體並將佢解落嚟嘅人。自此之後，每晚半夜，廚房都會傳嚟洗碗聲，或者見到廁所門無故關上。原來佢叔叔生前係個好虔誠嘅僧人，還俗照顧重病父母。因為揾唔到嘢做，父母又好快不幸過身，之後壓力太大先會上吊。滯留喺度係因為對屋企仲有執念，每日重複做家務。雖然叔叔靈體冇對 Coy 帶嚟任何影響，但係大學畢業之後，Coy 好快就搬咗去大城市工作。大家記住，害人嘅事千祈唔好做。但如果你身邊有人有經驗，記得留言講我知。睇埋最後一個新加坡靈異故事。有樣嘢你喺泰國任何旅遊小冊子上面都唔會見到，就係清邁山區拉祜族人嘅警告。日落之後，千祈唔好浸溫泉。如果你見到一個戴住紅色帽嘅女人，一定要即刻轉身走。莉安娜喺新加坡長大，係個現代、理智、獨立嘅自由設計師。但幾個禮拜前，佢結束咗一段維持咗差唔多3年感情。結束嗰日，大家喺熟悉嘅咖啡館講清楚，冇背叛，冇嘈交，之後就係無盡嘅沉默。克萊爾係個陣出現，佢係喺曼谷做兼職旅遊攝影師嘅表姐。佢聽完莉安娜嘅心事，就話：我知有個地方喺清邁山上，好靜，好平，冇遊客，你可以重新呼吸返，揾返自己。佢哋去到拉祜族村落附近嘅民宿，屋主係一對老夫婦，雖然只係識講簡單英文，但笑容好真誠。木屋被森林包圍，朝早有雀仔叫，夜晚有螢火蟲。最特別嘅係後院條溫泉溪。克萊爾係市集聽過一個賣生果婆婆講，村民夜晚絕對唔會去嗰度沖涼，唔係因為危險，而係有嘢喺度。克萊爾當時只係笑住當係民間傳說，莉安娜亦因為心情沉重，冇將警告聽入耳。嗰日下晝，佢哋去溪邊浸腳，天空變咗琥珀色，水面清到見底。浸落水嗰陣大嗌：好熱啊！但係好舒服，感覺溫泉水好似一種有生命、有呼吸感包圍住佢。突然間，克萊爾聽到好細聲嘅鈴聲，聲音由竹林深處傳嚟。克萊爾覺得背脊發涼，轉頭望，只見到夕陽下嘅竹樹。原本熱辣辣嘅溪水變到好似冰咁凍，克萊爾都嚇到縮返對腳。見到竹林後面有一個人影，帶住紅色斗笠，霧氣湧過，人影就消失咗。嗰晚深夜，莉安娜落樓飲水，喺廚房窗見到嗰個紅帽女人企喺溪對岸。今次好清楚，佢住住一件褪色嘅象牙色絲嘅上衫，佢轉動條頸，成條頸好似冇骨咁。莉安娜返去休息，陷入咗一個好恐怖嘅夢。佢見到水底浮起一把長頭髮，然後係一張模糊嘅白臉，一隻冰冷嘅手捉住佢腳踝，皮膚係裂開青藍色。女人開口無聲，只有一個無盡嘅黑洞。莉安娜驚醒，發現自己全身濕晒，床邊竟然有一連串水腳印由門口延伸入嚟。第二日霧好大。克萊爾朝早6點出去影相，到9點都未返。莉安娜瘋狂揾佢，最後喺溪邊揾到克萊爾部相機同一頂紅帽。莉安娜衝返民宿，民宿老闆娘用一種嚴肅嘅眼神望住佢，細聲問：你係咪見到嗰個戴紅帽嘅女人？莉安娜睇返相機最後一張相，影住霧入邊一個模糊嘅民族服女人。佢知道一定要返去溪邊揾克萊爾。莉安娜行入溪入邊，水越嚟越深，去到佢心口。
突然一隻蒼白嘅手由水底伸出嚟，莉安娜見到手腕上有一個同克萊爾一模一樣嘅星形胎記，想伸手捉，但係升上嚟嘅係紅帽女人張面充滿哀愁，好似想揾人取代佢咁。快啲出嚟！一個老人家拉豪族祭司阿贊衝過嚟救起莉安娜，佢手攞住一紮乾竹同一個銀鈴。佢話如果你再留耐多幾分鐘，被取代嗰個就會係你。阿贊解釋嗰個女人叫梅丹，佢生前被老公虐待，戴紅帽係為咗遮住瘀傷。後來佢生咗個有病弱仔仔，老公放棄母子走咗，佢帶埋仔仔行入溫泉溪，之後就冇人再見過佢哋。嗰晚開始，溪邊就傳嚟細路仔帶嘅銀鈴聲。當晚，阿贊喺溪邊做儀式，搖動銀鈴，唱起古老嘅搖籃曲。水面開始波動，霧氣中出現咗克萊爾嘅身影。阿贊最後搖咗一下長而深沉嘅鈴聲，克萊爾終於擘開眼，倒臥喺水入面。莉安娜衝落水，克萊爾身體冰凍，但係仲有脈搏。克萊爾嘔咗一啖清水出嚟，竟然仲有一粒細細嘅銀鈴跌咗喺石上面。阿贊細聲話佢已經開始俾嗰個女人奪舍，好彩趕得切。第二日一早，村民喺溪邊用竹起咗個圓圈，掛咗個舊銀鈴。呢個唔係要驅走佢，而係要記住依然有一個靈魂喺度等待緊下一個代替佢嘅人。最後，莉安娜同克萊爾離開，佢哋永遠唔會忘記嗰個冷入骨髓嘅眼神，同埋嗰陣喺心底回響嘅鈴聲。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呢3個故事啦？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 可以嘅右上角支持下我哋，或者 super thanks 都得。我哋下集見。聽到嚟呢度，多謝你哋嘅支持，請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 撳埋叮叮鐘。有咩問題可以喺下邊留言或者分享㗎。@埋我哋 IG 同 Facebook， 亦都可以喺右下角超級感謝 super fans 支持我哋繼續發展。拜拜。